力高， Hi， 阿勤，做乜拍我拍到咁大力啫？我哋開始拍家事啦，你睇咩咁入神啊？你睇下我咧，同啲弟兄姊妹上個禮拜咧喺唔過夜詩歌創作營嗰度寫咗首歌喎，而家聽翻都好有 feel， 可以同啲弟兄姊妹一齊寫新歌啦，做新事，真係好正咯！掂啊，攞嚟聽下先啦，咁樣。有好嘢梗係要同埋你哋一齊分享啦！咁我哋一齊去片。歡迎大家咧嚟到呢一個嘅唔過夜詩歌創作營嘅咁樣，係好興奮啊！因為唔需要過夜啊！即係點解會有呢個創作嘅目的咧？就係原來我哋神去使用我哋去做一啲詩歌啊。有時候我哋會覺得好似我哋要去祝福其他人，但係有時咧，我哋作出嘅嘢可能係祝福翻自己。因為神係一個好有創意嘅神啦，所以聖靈會感動我哋。呢個亦都係今晚我哋聚集嘅目的。神與我同在，叫黑暗的得看見，叫疲勞的得釋放。感激我神，既沒有不可能，你的應許從不改變。我要宣告你的信實。呢條片會同大家講下長期跳繩嘅4個害處。第一，你面部嘅肥肉會慢慢流失，可愛嘅包包面會冇咗，下巴出翻晒嚟，五官就更加立體。朋友都會問你係咪去咗整容。哇，本人好靚仔喎，你係咪整容嚟啊？第二，你嘅身高會抑制唔到，不停咁長高，高人一等，冇人高攀得過你。習慣要人陪嘅你會好煩惱。第三，肌肉嘅線條會越嚟越明顯，要忍受人哋羨慕嘅眼光。最後，人類生存需要嘅脂肪會大量流失，長年儲落嚟嘅脂肪會冇咗，特別係肚腩，啲衫褲要全部換過晒。如果接受唔到以上嘅危害，我勸大家千祈唔好跳繩。教會依家開設咗兒童花式跳繩恆常班，跳繩除咗可以令小朋友身心健康之外，當中唔同嘅訓練仲可以幫助訓練小朋友嘅專注力同埋協調性㗎。有興趣嘅弟兄姊妹快啲掃 QR Code 報名啦！如有疑問可以向馮慧玲兒童事工主任查詢。媽咪有隻眼突突，玩呢個好唔好啊？星星仲有好多玩具喎，你未玩完喎。小朋友喜歡發揮創意，鍾意同一時間玩唔同嘅玩具，相信好多家長都好明白。既然小朋友咁鍾意玩，咁就不如帶埋小朋友一齊參加樂兒天地嚟緊嘅伴伴熊去郊遊 Messy Play 活動啦！舉行日期係11月15號星期六下晝2點半至3點45分。活動對象係9個月大至3歲嘅小朋友，費用只需要180蚊，名額只有10個家庭，額滿即止。有興趣帶埋小朋友一齊參加嘅你，記得快啲報名啦！唔准掉低，執翻佢。等等，唔好走，67號，你攞翻先。
你又知我會有 number 嘅？停，攞住 panel 隊需要你。好啦，搬嘢，搬機，搬腳，搬燈，你哋邊個大力啲啊？我廢㗎。我有信心。你去報名啊！應該過嚟啊。OK，冇事，我陪你。唔好喊啦。係咯 ，panel 嘅嘢唔識咪學到識咯，唔使喊喎。係咯，拍家試 NG 咪再嚟過咯。阿勤都成日 NG 㗎。你講咩啊 ？panel 隊要人，家事要人。？panel 隊每一個弟兄姊妹都值得被尊榮。如果你都想協助崇拜運作，加入呢個團隊，就記住把握機會喺11月23號前報名啦。而家事團隊亦將會招募隊員，不論係幕前出鏡定係幕後協力，只要你想嘗試，就唔好諗咁多，快啲報名啦！兩個團隊報名嘅方法都係 scan 低 QR code， 其他詳情可以參閱海報或者詢問現任隊員。期待你嘅回應同埋擺上，幫我同你隔離個組員講，一齊報名啦！就係由我哋一班手作 brainstorm 嘅組員啦，同埋新起點青年網絡一齊去舉辦嘅。其實我哋都一齊小組2年啦。組員就係一班市集裏邊識嘅弟兄姊妹啦。咁佢哋嚟自唔同嘅教會嘅。咁上年我哋一齊圍內一齊小組嘅時候，就好講咯。點解12月咧好似好少一啲市面上嘅市集一齊參加啦？咁大家好似好靜局冇嘢做啊！咁我哋再傾嘅時候，不如我哋出年都一齊揾啲嘢搞下啦，一攞 idea 一齊搞個市集啦，咁就延伸到今年我哋就一齊做啦。12月呢段時間去做咧，我哋覺得個主題上面咧都一定離唔開耶穌嘅，一定離唔開咧係傳揚呢個好信息。咁所以我哋今次嘅主題咧就係星之盼望啦。呢個星星咧就係引領住東方嘅博士一齊去揾到耶穌個位置。望星星嘅時候，我哋都要好小心，就係有好多唔同嘅星星啦。有啲星星可能係比較弱少少，未必真係引領嚟到揾到耶穌嘅星啦。所以我哋喺市集裏面多個主題就係我哋需要揾翻一粒正確星星，引領我哋係揾到耶穌嘅盼望嘅。所以市集裏面現場咧，我哋會有個活動嘅，咁我哋會分佈喺唔同嘅檔攤啦，真正嘅星星就會換到一份禮物嘅。咁希望咧嚟嘅人攞到呢份禮物，都帶到一份盼望，去翻到去屋企裏面嘅。咁今次咧，我哋會招募32個檔主嘅，咁我哋期望都招得齊啦，咁我哋就會達到收支平衡啦。如果你係有做手作嘅，或者身邊有朋友做手作啦，甚至你係話小組為單位嘅，都歡迎你哋一齊將我哋一齊玩啦。咁希望到時見到你啦。星之盼望市集將會喺12月13至14號舉行，時間係晏晝1點至8點，地點係荃灣 Plaza 88地下 G18號鋪。而家正熱烈招募檔主，歡迎主恩會嘅弟兄姊妹以個人或小組單位參與。想知更多詳情，可以向梁鳳嬌傳道查詢。咁今個月嘅家事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個月等等先，唔使下個月，我哋星期3見啦。星期3我冇約你喎。咁我都知，不過係講緊星期3 11月12號嘅祈禱會啊，我想約埋你一齊翻嚟親近主啊。咁梗係好啦，咁我哋下個月再同大家見面啦。好啦，拜拜。